后来乡亲啊，过来即件是有民众驶车到中华鹿港，都甲车停伫即个百年的老店玉珍斋的边啊。想袂到即个建筑物3楼的年前，也就是屋檐，突然间有大地阿妈土地跌落来，嘣一声，当场讲到这轿车后壁挡风玻璃，甲即个玻璃撞破一大坑，嘛甲钣金车体钢架拢变形。这女车主看一个拢硬气。 加在，这个女车主已经早一步落车了。玉珍斋建筑物落一块阿摩土角倒去卡着轿车，这台车的钣金歪过起错，玻璃嘛破了了。有一块阿摩土角直接落伫后窗内底。大块，很大啊，都很大啊。今天不要站在那里，好不好，小姐？ 女车主看到车卡干呢，伊嘛硬气，伊是专工为台中驶车到中华鹿港食小食，倒落车经到对面的小食店，就听到外口嘣一声，互伊惊一跳。巨石的砰砰砰，一个很大的石块。好了，他本来是要先吃面线糊，然后去拜拜，还没拜之前就发生了，不到5分钟。 依照警方调查，事故现场玉珍斋便利商店伫玉珍斋边啊，是由玉珍斋家族经营的，规栋建筑嘛是玉珍斋所有。看到了真3来年前起一角，可能就是这角去卡着车。厝主讲，这间厝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啊。 1920年代，差不多18年来，旧的水泥砖块那些东西像掉下来了，应该是地震造成它的皲裂，多少钱我们都会全部有保险给付。 玉珍斋强调讲，建筑物有保公共意外险，修理车的费用保险公司会处理，车主嘛无打算要告双方家己去调解。警方劝导屋主应尽速修缮他的楼房墙面，并且将该危险区域以施工护栏来围起来。加在阿摩土角无去卡到人，现场嘛已经有封锁线，暂时禁止人甲车挖近。因为玉珍斋建筑属于历管的古迹，目前县政府文化局正进行修理甲评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